继续来看中华鹿港的龙山寺是固定的古迹，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昨暝有一个男子到龙山寺去喷漆，而这个庙寺的内外总共13个所在，拢来喷“罗义环”这3个字。警方马上就甲人抓住来甲移送。龙山寺讲，这个男子是为着要找一个叫做罗义环的女朋友，才用这个喷漆的方式。 在月初一暗时6点外，就穿短裤的查甫到中华鹿港的龙山寺喷漆，伫白壁和红砖壁顶头喷“罗义环”3个字，一喷就喷13个所在。警方到现场后，发现该名男子，并以现行犯逮捕。鹿港的龙山寺是固定的古迹，是明朝末年、清朝初年起的，有200多年的历史。咱做的行为已经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，警方嘛甲人抓起来。 他说他要出名啊，请电视台来采访他，就会让他这个女朋友看到他。龙山寺发现这位查甫是为着要找女朋友，讲家己想要出名，所以喷漆来迫害。好佳在这白阿哥有法度回复。晚上的话，就是在请人再多巡而已。中华县政府文化局讲，根据文字法103条的规定，毁损古迹会使罚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另外，龙山寺管委会表示，嘛会告这位查甫毁损罪。